IPO 我強烈建議係唔應該參與嘅，個原因就係 IPO 有100%咧係會喺佢開頭拉好多，然之後就會喺未來嗰2年3年跌到落去佢 IPO 以下嗰個價錢，然之後先會根據佢間公司嘅表現去再升翻，睇下有冇機會升翻。一係就係永遠就係低迷嘅地方，一係就係公司表現非常之好，於是乎係喺 IPO 之後嗰2年3年佢就大幅反彈，就去到一個非常之高嘅位置。咁所以我覺得 IPO 好傾向於 skip 嘅，因為 IPO 必然係存在大量嘅日價嘅，即係你參與得 IPO 嘅話呢，你要明白佢嗰個 concept 係做乜，佢就係要用一個高過公司應有價值嘅價錢呢去賣一啲股票俾你，然之後變現走嘅，咁所以佢唔會用特價賣俾你嘅。即係咩意思？就係如果間公司真正嘅市值係100億嘅話呢，我要 IPO 上市嘅話，我個 target 就係要用1000億賣俾你哋咯。咁就算我賣咗俾你哋之後，佢跌90%，我都係賺錢嘅，因為佢實際價值得100億。呢個就係 IPO 佢要做嘅一個手法咯。咁所以你要明嗰樣嘢就係你參與得 IPO 呢，你就必須明白你係參與緊一個投機嘅。你要賭嗰樣嘢就係喺你參與咗之後嗰幾日呢，有一啲傻嘅俾你。唔好話俾你傻嘅，即係有一啲願意用更高價去接你棒，而佢有信心用再高嘅價錢賣俾其他人嘅嗰啲人呢，去接貨咁賣俾其他人。咁但係一個單純投機嘅活動嚟嘅，冇必要參與。你真係要參與嘅話，你等佢呢一個擊鼓傳花嘅過程完晒啦，佢跌翻晒落去個低點啦，你先再根據佢公司呢未來嗰5年嘅業務嘅前景去判斷應唔應該去買嗰間公司嘅股票咯，就唔使急。